39蚊一隻烤雞，究竟隱藏住啲乜嘢真相？今日同大家踢爆深圳超市啟平價神話，睇完之後你真係要問下自己，你仲敢唔敢食？各位街坊，唔知大家最近上去深圳行山、行超市或者上去特種兵旅遊區時候，有冇留意到一個奇觀？無論係山姆、盒馬定係華潤萬家大潤發，總之你一入到去，行到熟食部附近，就會聞到一陣陣好香好濃郁嘅烤雞味。然後你行過去睇下一個價錢牌，哇，真係嚇一跳，39蚊人民幣。有啲超市甚至做緊38蚊或者36蚊添，折返港幣都係40幾蚊左右。你試下諗下，喺香港而家買隻新鮮生雞，閒閒地都要100幾200蚊。就算你去大昌或者去街市買隻冰鮮雞，自己拎返屋企煲湯或者蒸，成本都絕對唔止40幾蚊。但係點解深圳啲超市可以做到39蚊一隻即烤即熱，香噴噴，仲要係大肉雞蓋烤雞？呢個平價神話背後，到底係因為內地蓋供應鏈真係勁到咁誇張，定係當中有啲乜嘢不可告人蓋秘密？今日我就同大家逐情駁開呢隻39蚊烤雞啟真相，睇完之後，包你對內地蓋平價食物有一個全新啟認知。首先，我哋要講下呢隻雞蓋出身，好多香港人上去買完烤雞，食落口覺得話肉質好滑，好嫩口，好多汁喎。香港啲燒味檔買蓋雞都冇咁滑。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啲係我哋平時喺香港食開蓋三黃雞、清遠雞或者走地雞，呢啲39蚊蓋烤雞，全部都有一個同一蓋品種，行內人叫白魚肉雞。呢種白魚肉雞係乜嘢概念？佢哋係經過幾十年基因改良蓋品種，最大蓋特點就係生長周期極短。一般我哋喺香港食蓋走地雞、走地閹雞，起碼要養夠120日，甚至180日先至夠肉地，先至有雞味。但係呢種白魚肉雞，由佢出世孵化到佢可以出欄宰殺，你估下需要幾多日？答案係30幾日到40幾日。你冇聽錯，真係大約40日左右，一隻雞就可以由一粒蛋變成一隻幾斤重蓋大肥雞。好多人一聽到40日生一隻雞，第一個反應就係，哇，係咪打咗好多雞素啊？係咪打咗避孕藥催熟仔啊？如果唔係，點會大得咁快？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概昧假。今時今日喺內地大型連鎖超市買得啟雞，佢哋係唔需要打雞素啟。點解？因為白魚肉雞本身啟品種基因就係咁瘋狂，只要你瘋狂餵飼料，佢就可以喺40日之內長肉。再加上依家啲大型野煮場全部都係自動化管理，24小時開住燈，等隻雞以為一直係日頭，不停咁食，不停咁瞓，基本上連屈都唔使點屈。所以佢哋蓋肉質點解咁嫩？因為佢哋根本冇做過運動，肌肉纖維非常之軟。但係呢度就牽涉到第一個問題，雖然佢冇打激素，但係因為佢生長速度太快，佢哋蓋免疫力其實非常之差。你想諗下，幾萬隻雞仔喺一個密閉恆溫蓋雞棚入面，只要有一隻雞病，成個雞棚就會全軍覆沒。所以為咗防止班雞生病，飼料入面或者飲用水入面通常會添加適量蓋宋星素。雖然話出欄前會有個停藥期，等隻雞排走體內蓋藥膜，但係大規模密集式湧至出嚟蓋雞，佢本身蓋任人之炸以及雞油本身蓋風味，其實係非常之淡。你食到蓋所謂好食，其實全部都係靠後天蓋調味料同埋醃料。既然講到成本，我哋就不妨幫呢隻39蚊蓋烤雞算一算賬。好多人會話，就算一隻雞生得快，40日就出得廠，但係飼料要錢，人工要錢，鼠電要錢，土債要錢，物流運送又要錢，去到超市仲要用個大電爐烤成個鐘，仲要用個好精美蓋膠袋或者膠盒包裝好。39蚊，超市真係有得賺？我話俾大家聽，答案係超市唔單止有得賺，甚至可能賺得唔少。又或者呢隻雞根本就係超市蓋邪劣武器。我哋先睇下最上後蓋廢花價。喺內地，因為白魚肉雞係標準化工業產品，佢蓋產量係天文數字。喺山東、河南、羅蒙呢啲影珠大省，一隻活生生蓋白魚肉雞，大批量採購蓋批發炸，一斤可能只需要4、5蚊人民幣。一隻可以攞嚟做烤雞蓋雞，去毛、去內臟之後蓋正重，大約係2斤左右。換句話說，一隻生蓋白魚肉雞，對於超市呢啲超級大碼價嚟講，佢蓋原材成本可能只需要10蚊到12蚊人民幣左右。好啦，嗱，去到超市熟食部，要將呢隻生雞變成香噴噴蓋烤雞，需要乜嘢？醃料、人工、鼠電、包裝。大家如果去過深圳買烤雞，就會發現每隻雞蓋味道都驚人地相似，都係好濃蓋新奧爾良風味，或者係蒜香味、黑椒味。呢啲味道係點嚟蓋？佢哋絕對唔係好似香港啲酒家咁，大廚用生抽、老抽、五香粉慢慢幫隻雞做慢磨。佢哋用蓋全部都係商業大桶裝蓋複合醃製粉。呢啲醃製粉入面有乜？
有大量鈣鹽、雞粉、味精、辣椒粉、洋蔥粉，同埋最重要鈣補水劑和增香劑。乜嘢叫做補水劑？通常就係焦磷酸鈉、三聚磷酸鈉呢啲食品斷隔劑。佢哋鈣作用就係可以鎖住吉肉入面鈣水分。白羽肉雞本身鈣肉質已經好鬆散，如果直接拿去烤，水分好容易流失，子雞就會變得又乾又柴。但係只要加入咗補水劑，子雞就可以鎖住多2成鈣水分。咁樣做有2個好處：第一，子雞烤完出來，你一咬落去，話爆汁喎，好多汁喎，你以為係雞油，其實好多都係添加劑鎖住鈣水分。第二，子雞夠重，水分冇流失，賣相就會好大隻好飽滿。而呢啲驗料加上化學添加劑扣成本，平攤落去每隻雞身上，可能只需要幾毛錢人民幣。再講到人工同水電，你以為超市要請好多個師傅喺度燒雞？完全唔使，而家啲超市全部用緊萬能蒸烤箱，一次過可以塞幾十隻雞入去。師傅做鈣嘢好簡單，將大批送過來，已經喺中央廚房驗好鈣，冷凍整雞拆袋，插上鐵串，然後放入個烤箱度，撳個掣，定好時間、溫度就可以行開去休息。成個過程高度自動化，一個人就可以顧住幾部大烤箱，一診幾百隻烤雞，所以分攤落嚟鈣人工成本同電費，一隻雞最多2-3蚊人民幣。最後就係個包裝袋。嗰個可以防高溫，仲附帶保溫功能鈣手提膠袋，大批量定製，成本都係幾毛錢。我哋加埋呢條數，生雞成本12蚊，驗料加添價資1蚊，鼠電人工3蚊，包裝1蚊，成隻烤雞鈣總生產成本其實大約只需要17-18蚊人民幣，超市賣39蚊一隻，佢鈣毛利率其實超過50%。睇到呢度，大家可能覺得，既然超市都仲有成一半利潤，咁咪好正常咯。做生意要賺錢嗎？又唔係乜嘢黑心食緊。如果個真相只係咁簡單，我就唔使叫大家睇完你仲敢唔敢食啦。真正鈣玄機唔係在於呢隻雞賺到幾多錢，而係在於呢隻雞背後鈣商業套路同埋隱藏鈣健康代價。首先，我哋講下超市鈣商業套路。39蚊烤雞喺電商或者零售學入面有一個好專業鈣名詞，叫做飲料產品，或者叫賠本賺吆喝。雖然佢其實根本冇賠本，大家試下回想下自己去深圳超市買烤雞鈣情景，通常個烤雞部會設喺超市最入面，最果落頭鈣地方。當你一踏入超市，你可能本身只想買支水，或者根本冇打算買嘢，但係突然之間一陣好香鈣烤雞味飄過嚟，呢個香味唔係偶然鈣。好多超市甚至會故意將烤風機鈣排口對準商場通道，務求令到大半個商場都聞到呢股新奧爾良烤雞味。於是你就會順住呢個香味行一行，行到去超市最新處鈣熟食部。喺你行過去鈣過程中，你會經過零食區，經過飲品區，經過水果區，經過日用品區。人就咁樣，一睇到話39蚊有隻大烤雞，咁平，唔買就虧啦。於是你就排隊買咗一隻，買完隻雞之後，你捧住個熱辣辣鈣雞袋，你心諗，隻雞咁鹹咁濃味，買定2罐可樂或者2支大啤酒咯噃。於是你又行返去飲品區，攞咗幾罐嘢飲，跟住行過水果區，見到啲車厘子坐埋好似幾靚，又順手買一盒。最後去到收銀處俾錢鈣時候，你本來只係被39蚊鈣烤雞吸引進來，但係你最後埋單鈣加額可能係139蚊，甚至239蚊。呢個就係超市最厲害鈣地方，佢用一隻利潤好薄，但係非常震撼眼球鈣烤雞，將你引進來，然後靠其他高利潤鈣商品，例如嘢飲、水果、零食，將利潤賺返返嚟。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有些小超市或者路邊攤做39蚊烤雞會做唔住，因為佢哋冇其他商品去幫補利潤。但係好似山姆盒馬呢啲，最後就可以將呢個平價神話一直維持落去。好啦，既然商辦邏輯講通咗，咁我哋作為消費者食呢隻雞到底有乜嘢問題？點解我會問大家睇完你仲敢唔敢食？問題就出喺呢隻雞鈣高鹽、高糖、高化學添加劑以及食材來源契不透明性。我哋先講第一點，可怕鈣鈉含量。好多香港人去深圳食嘢，普遍都有一個感覺，就係夠火候、夠重口味，好好食。但係大家知唔知呢種好食鈣代價係乜嘢？為咗掩蓋白羽肉雞本身冇雞味，肉質重散鈣缺點，養者廠同加工廠必須又用極度重口味鈣醃料去將隻雞醃透。一隻39蚊鈣烤雞，佢入面鈣鈉含量往往嚴重超標。根據一些內地營養機構鈣檢查，一隻普通鈣超市烤雞可能含有高達4000到5000克鈣鈣鈉，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一個成年人每日鈣鈉攝取量唔應該超過2000克卡，大約係一茶匙食鹽。換句話說，如果你同你屋企人2-3個人分咗呢隻烤雞，
你哋每個人基本上已經將轉日，甚至連埋第二日鈣鹽分攝取量直接吞咗落肚。長期攝取咁高鈉鈣食物，會對身體造成乜嘢影響？最直接鈣就係高負野。而家香港人越嚟越多慢性病，後生仔30幾歲就有高負野、血管硬化，呢啲重口味鈣平價食物絕對係罪魁禍首之一。而且高鈉仲會增加腎臟鈣負擔，因為你身體需要用好多水分去將呢啲鹽分排出體外，如果排唔走，就會造成水腫。久而久之會對腎功能造成不可逆轉鈣傷害。除了鹽之外，仲有糖。好多人以為烤雞係鹹鈣，冇乜糖分，錯啦！為咗做到外焦裏嫩，同埋果層脆脆地、甜甜地蓋外皮，鹽料入面會加入大量鈣白砂糖、麥芽糖漿或者果葡糖漿。高溫烘烤之下，糖分會同雞皮上面鈣蛋白質發生一種女士美拉德反應鈣化或變化，令隻雞重現出好靚鈣金黃色或者深琥珀色，而且聞起來特別香。但係呢種高糖、高脂加上高溫烘烤鈣總合，會產生大量鈣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英文簡稱叫 AGS。呢種物質係乜嘢？佢係人體衰老、皮膚生皺紋，甚至血管發炎鈣加速劑。你以為你係食緊骨膠原，其實你係食緊催老劑。第二點，亦都係最令人擔心鈣一點，就係看不見鈣油。大家出賣烤雞鈣時候，睇見個烤箱入面一隻隻雞喺度轉，下面個鐵盤滴晒油出來，係咪覺得話啲雞油滴晒出來，隻雞咪好健康好低脂咯？你太天真啦！你要知道，白羽肉雞本身為咗長肉長得快，佢身上鈣脂肪含量其實好高。雖然喺烘烤鈣過程中，表皮鈣一部分脂肪會滴出來，但係喺腌製鈣時候，工廠為咗保持肉質滑溜，往往會喺染料入面再加入植物油或者盡脂英大豆油。更重要鈣係，當超市每日賣出幾百隻烤雞鈣時候，嗰個烤箱下面滴出來鈣雞油，佢哋係點樣處理鈣？喺一些管理唔夠嚴白鈣小作坊或者小超市，呢啲高溫滴出來，已經反覆加熱，中近食同窒外物，例如苯並芘，嚴重燒飄鈣廢棄雞油，有冇可能被循環再用，或者被一些不法分子收集去製成其他嘢食？雖然大超市，例如山姆、盒馬，有嚴格鈣廢油回收機制，但係你喺街邊或者一些不知名小商場買到鈣39蚊烤雞，你真係敢100%保證佢哋鈣油係乾淨鈣？再者，我哋講下呢些雞鈣生命狀態。前面提到，白羽肉雞只要養40日左右，因為生長得太快，佢哋鈣寡吉往往承受唔住入體鈣重量，好多雞去到30幾日鈣時候，基本上上腿已經骨折或者癱瘓，只能夠趴喺雞縫上面。喺咁樣鈣環境之下長大鈣雞，佢哋鈣肉質入面會積聚大量鈣壓力激素，例如皮質醇。動物喺極度痛苦、密集、恐慌鈣環境下被採殺，佢哋鈣肉質健康程度，同我哋平時喺鄉下或者喺香港新界啲農場食到鈣走地雞，完全係兩碼子事。你食呢啲雞落肚，吸收鈣除咗係化學添加劑、鹽、糖之外，仲有呢些劣質有累帶來鈣身體慢性發炎風險。好多香港鈣朋友同我講，哎呀，而家香港買嘢咁貴，上去深圳消費39蚊有隻雞，50蚊有一大盒壽司，80蚊可以食到餐飽，性價比真係好高。我哋平民百姓邊度管到咁多健康，管到咁多基因改能啊？最緊要平靚正，我完全理解呢種心態。而家經濟環境咁樣，大家賺錢艱難，想追求性係吧，想用最少鈣錢得到最大鈣滿足感，呢個係人之常情。但係我想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呢個世界上真係有既便宜又高質，仲要好健康鈣冇山嗎？老祖宗留低一句話，叫一分錢一分貨，呢個道理放諸四海而皆準。深圳超市鈣39蚊烤雞，佢確實成功創造咗一個平價神話。佢利用咗內地自鈣工業化養殖、標化鈣中央廚房配送以及大型超市鈣引流生意策略，將一隻雞鈣價格壓到最低。但係呢個神話鈣大價並唔係由超市去承擔，亦唔係由養殖場去承擔，呢個大價最終係由兩方去承擔。第一係隻雞本身，佢哋用病態鈣生命去換取碳量。第二就係我哋消費者鈣身體，你用39蚊買到一隻烤雞，你以為自己賺咗，但係如果你一息傾四食兩隻，連續食幾年，你身體累積鈣鈉、糖、劣質脂肪、抗生素殘留，可能會喺你未來鈣日子入面，用高昂鈣醫藥費，用你鈣向入，用你鈣腎功能去找數，到時你就會發現，當初攤平省落嚟鈣幾十蚊，去到醫院鈣時候，連一粒藥鈣錢都唔夠俾。講到呢度，我唔係叫大家以後上去深圳完全唔好買呢啲烤雞食，畢竟人猶爾都想放縱下，猶爾都想食下重口味鈣嘢，滿足下口腹之欲。如果你係三五知己或者一家大細，一個月想去1-2次買一隻大家分嚟食，
當係零食或者點注，咁樣其實無傷大雅。但係如果你將呢種39蚊蓋烤雞當成你日常飲食蓋主要憂慮來源，或者你每次見到平就瘋狂咁買，一兩個人啃晒一整隻，甚至覺得既然咁平，買返香港做餸當正餐天天食，咁樣我就真係勸你要三思。面對深圳超市無孔不入蓋平價神話，我哋作為消費者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當一件商品蓋價格已經平到連佢自己本身蓋正常生產成本都好似買唔到蓋時候，佢背後一定有一些你看不到蓋地方做緊妥協，而呢種妥協往往就係以你蓋健康作為籌碼。好啦，39蚊烤雞蓋真相，今日就幫大家踢爆到呢度。唔知大家聽完之後，下次去到深圳啲大超市，聞到陣陣香噴噴蓋烤雞味蓋時候，你伸出去想拿雞蓋嗰隻手，會唔會猶豫一兩秒？你仲敢唔敢好似以前咁，二話不說就放粵購物車？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哋自己買呢種烤雞蓋經驗。或者你哋覺得內地仲有邊啲平價神話係背後隱藏住秘密蓋？大家一齊討論下。如果你覺得今日蓋分享對你有幫助，幫到你同你屋企人認清食物蓋真相，記得幫忙點個讚，分享俾身邊經常想去深圳消費或者好中意食平價烤雞蓋親戚朋友睇，等大家都多一份警惕。記住，保持健康先可以享受更多美食。我哋下期再見。